師姐，我尋日又買咗張六合彩，6個字，一個都唔中，次次都係咁。成日聽人講小賭怡情，但到我怡情完，銀包都乾塘啦。其實有冇啲方法可以提高中獎機會呢？我真係好想中一次2、3獎，頭獎就當然更好啦。問得好，好多人都以為中六合彩全靠運氣。其實呢，投注站嘅風水都會影響贏錢嘅機會㗎。知唔知點解有人成日喺同一間投注站買就輸，一轉第二間投注站就中獎呢？吓，投注站都有風水，咁我咪一路去錯投注站？快啲教我啦，師姐。聽住啦，要贏就要去對自己有利嘅投注站。簡單講，有啲投注站本身風水有問題，對佢哋唔努力，相對就對投注嘅人有利。呢啲投注站喺投注嘅人嚟講係幸運投注站，所以去呢啲投注站落注就更容易贏錢。想揀呢啲投注站，好簡單，上網搜尋下歷年六合彩最多人買中頭獎嘅彩票喺邊幾間投注站賣出，嗰幾間鋪就係特別容易旺中獎人。你盡量去嗰度買六合彩啦。有2間投注站最多人中過頭獎，一間係士丹利街投注站，歷來賣出47張頭獎彩票；另一間係屯門市廣場投注站，歷來賣出44張頭獎彩票。另外，如果一直喺同一間投注站買六合彩，但輸多贏少，甚至未贏過，就要轉換環境。好似我有個朋友住太古城，平時買親都輸。有次佢去老婆觀塘愛家食飯，順路喺觀塘間投注站買，你估點？中咗4個字。之後佢每次經過觀塘都專登去買。仲有轉投注站只係第一步，我而家教多你一個絕招，記住去到投注站一定要由靠右邊嘅門口入去。咁點樣分右邊門呢？企喺投注站入面，面向門口外面，響自己右手邊嗰道門就係白虎門，由嗰度入就會令投注站犯白虎，風水大凶，即係佢會容易輸錢。呢個白虎門入去嘅人就容易贏錢。由右邊門入，記住。咁入到去買飛嗰陣，仲有乜要留意呢？問得好，入到去揀投注站裏面靠右手邊嘅窗口買飛，亦即係投注站售票職員嘅右手邊最右嗰2個窗口。嗱，睇下呢個投注站嘅平面圖，圖中嘅窗口由左至右，編號1至8號，咁就揀7號、8號呢啲最右手邊嘅窗口啦。一樣道理，喺呢2個犯白虎嘅窗口買彩票，贏面就會再提高啲。哇，原來窗口都要揀。我以前求其排條最短嘅龍就算，就係咁先輸錢嘛。仲有，如果你想再勁啲，可以自己帶住件招財風水小物，例如六帝錢，增強自己嘅偏財運，先去投注站。方法就教齊啦。記得1去多人中頭獎嘅投注站，2一間自己長期都未中過獎嘅投注站，肯定唔旺自己。買六合彩就要轉去其他投注站啦。3由白虎門入投注站。4揀最右邊嗰啲犯白虎嘅窗口買。5帶住開運用品先去投注站，咁中獎嘅機會自然同人唔同啦。仲有中咗獎記得俾利是師姐啊！